们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！非常开心，非常高兴的将这个六祖大师所开示的内容来跟各位大家结这个法缘。我曾经到六祖大师的肉身菩萨殿去参拜，不知道什么因缘啊，我一看到六祖大师就很欢喜，眼泪一直掉一直掉。我问我自己为什么一直哭呢？我不知道，就好像看到亲人一样，格外的熟悉这样子这么一个情绪哈。那他讲的话我永远都记住。各位，他讲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福田就是你要行善积功累德。那么这一切的福报是从哪里来的？不离方寸，没有离开你的心呐。方寸是指你的心，一切唯心造，所以你的心很重要。念头是善念是恶念，清净的念头，这个关系到你以后一切的福报，所以要注意这一点。从心而觅，感无不通啊！你从心去找，只要你能够真正的脚踏实地为别人着想，慈悲有体恤悲悯的心，能够心怀着众生为他着想。如果你从心去找，感而不通，这感应没有不通达的，绝对满你所愿。心存善念，善果自来。如果你心存善念，好的念头，那么好的果报呢，自然就来了。这天地之间因果丝毫不爽，绝对不会有差错。如果你心存着恶念恶毒的念头，要害人啊，欺骗人啊，利用他人啊，甚至要陷害他人啊，或者是用尽手段要去霸占别人的这一种念头，你恶毒的念头一起来，灾害就发生了，一连串不幸的事情就跟着你的脚步一直上来。我们就了解到一切唯心造，三界唯心现。所以我们的心决定以后我们整个的命运到底好是坏，是吉祥还是灾难，完全有心在决定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心存的善念。如果说有妄想心，这种情况下怎么办？师父最近写了一句话，我们呢妄念重生，烦恼就不断。无善无恶，这是本性的真相。原来你的心性自自然然，没有这些外在的污染，一切的好跟坏，这是世间的因缘。那么你的心不执着，不去分别，也不会去排斥它。你看佛陀这么慈悲，善的人我救你，恶的人我也要救度你。佛的心是这么平等的，为我们一切苦海众生在着想，无微不至的来为你设想，跟祖师大德留下来的话都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很感恩他们，所以我们要深深的把这些话牢记在内心当中。我们跟别人相处，一定不要谄媚，不要奉承，不要虚伪，要真心诚意的跟人家交往。那这样未来的日子一定充满着幸福、快乐、吉祥。阿弥陀佛。